認住我呢個黃色嘅數學科圖書袋啊！以後每2個月我就會同大家見一次面噶啦。圖書館一早已經幫大家借好晒噶啦，所以大家攞到呢本書之後唔可以同人哋交換噶。每次都係由數學老師派俾大家，你可以攞返屋企，又或者擺喺學校裏邊睇。1個星期之後，老師就會收返噶啦。呢啲圖書同平時你去圖書館借嘅圖書有咩唔同呢？最主要就係冇得揀咯，係老師編排俾你噶。有啲內容可能係你數學堂學過噶，但係有啲內容可能就未學過。雖然唔係自己揀，不過都可以試下睇嘅。我真係好希望大家呢，除咗上數學堂嘅時候專心上課，落堂嘅時候仲中意睇有關數學嘅圖書啊！呢啲書都真係好有趣噶。你仲可以呢，將呢啲書裏邊嘅內容向你屋企嘅家長啦，同埋兄弟姊妹推介添啊！裏邊嘅圖書係分為初級、中級同埋高級噶，唔同年級就睇唔同程度嘅書啦。當老師派書袋嘅時候，你就可以將本書抽出嚟，擺落書包或者擺喺櫃桶，書袋呢就退返俾老師，擺喺窗台櫃先啦。好啦，過咗1個星期之後，老師就會叫大家還書啦。咁同學攞返嚟就擺喺窗台櫃啦，圖書館會嚟收返噶啦。